北风啊，兴起；南风啊，吹来，吹伫我的园仔来，互中间的香气发出来。愿我的良人进入家己的园仔里面，食伊佳美的果子。旧约圣经雅歌第4章16节。北风啊，兴起；南风啊，吹来，吹伫我的园仔来，互中间的香气发出来。愿我的良人进入家己的园仔里面，食伊佳美的果子。旧约圣经雅歌第4章16节。袂晓学乐、袂晓感恩的人，是因为因无有遭遇到患难，是因为因伫平安的环境中间享受的日子伤过济咯。根据咱所知影的，若是咱参加一个蒙恩见证神恩典的聚会，遐会徛起来感恩阿罗神的，大多数拢是因为经历了各种患难的人。有的人是患了袂当医治的病，互主耶稣甲医治好咯；有的是拄着危险，忘了神的拯救；有的是生活困难，得到日用的饮食；有的是伫苦难中间，神开了出路。虽然有各种不同款的患难临到着咱，但是咱发现遐感恩的人，拢是对患难中间靠主行出来的人。不但现在的人是因着患难感恩阿罗神，古早时阵的圣徒也是安尼啦。咱看圣经，以色列人望神开红海底的大地过红海，因伫红海边大声阿罗神，唱摩西歌。摩西阿姐比利暗领导妇女结果跳舞，选民面对受到攻击，约沙法王设立歌唱的人，穿上圣洁的礼服，阿罗耶和华。希西家王破病得要死，伫床顶伫咧祈祷。大卫所写阿罗诗歌，保罗伫监牢中间所写的批信，对这咱会当了解，无论是团体，无论是个人，因歌唱阿罗声音，拢是经过患难来发出的。老使徒约翰伫跋摩海岛异象中看见有真侪人是袂当算的，是对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，徛伫宝座甲羔羊主耶稣基督面前，大声阿罗神。长老对约翰讲，这些人拢是对大患难中间出来。为什么咱人常常发怨言呢？袂当满足家己的处境，袂晓感恩真神每一天所赐的恩典，袂晓阿罗呢？拢是因为咱无经历患难，无伫患难中间来谦卑落来，互伫神的带领之下，主用恩典激动咱的心，互咱会当对心灵的深处发出阿罗的歌声。患难也敢若亲像光针共款，放伫唱片顶面，唱片才会当发出优美和谐的音乐声音。北风啊，兴起；南风啊，吹来，吹伫我的园仔来，互中间的香气发出来。愿我的良人进入家己的园仔里面，食伊佳美的果子。旧约圣经雅歌第4章16节。以上文言良语，
由赞法人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下讲，感谢收听。